免不在意，就免个客照，拢客照去免话啊。天虹列端，去耶稣基督列苦训，恒乃结棍。好，这是天虹列，天虹列端，耶稣基督列苦训，恒乃结棍。天虹列端，耶稣基督呢？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呢？苦训，恒乃结棍，有面结棍也莫中国不装面目。天虹列端，天皇之子耶稣基督列苦训，把那个过的六十福音，天王的福音，苦训恒乃结棍起源，就是结棍起根。天虹列端，耶稣基督列苦训恒乃结棍，像这样起根。要铸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要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有面莫待言，海荡流浪前面带作忙，啦啦啦。